扶輪之子領用計劃對2023年啟動以來，結合社會局、家扶中心以及學校等資源，培育一個弱勢家庭的囡仔安心成長、受教育。今年國際扶輪347項地區竟募集734萬元，來協助612名兒童青少年，提供每一人12000塊的教育補助。因為大二才20幾歲，所以他們捐了300多萬。咱今仔大人40幾歲，當然愛捐偌濟，愛2倍對不對？所以我們就700多萬了哦。高雄市長魏鐵嘛親臨記者會頒獎感謝狀，肯定國際扶輪社的社友用上實際支持，為囡仔打造充滿希望的未來。長久以來，我們希望扶輪之子的計劃也好，或是說平常的社會福利的幫忙也好，都有許多扶輪社友的身影。那這個努力不是要一直只是給他們幫忙，是希望他們得到這個幫忙之後，能夠站起來，將來在社會上成為更有用的人。會中社會局表示，為了加強社會安全網並就近服務弱勢家庭，市府已經成立安平等12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，讓民眾在生活遇到緊急的變故，或者是經濟困難，都會當尋求各地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協助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